歌在248首，主，我要遇见你。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心敞开，也将我们的生命敞开，让主亲自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真实遇见他、得到他，也让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谦卑委身，顺服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我要遇见你。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也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街口门寻找，征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也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街口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生命通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到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救恩，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着丰盛，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更多亲近主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当火的样式。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不仅寻找到生命的真理，也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神的心，让我们在生命遇到无论遇到困难，遇到如同窄路一般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恳求神让我们不仅遇见主，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光，要带领我们走在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愿主你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一起来领受如何为别人祝福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不仅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也让我们为别人的代祷，能够为主你的教会，为更多需要得着灵魂得救的生命当中，透过祷告，能够带领人的生命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保罗他的祷告，他如何透过祷告里面，他怎么在祷告哈。那我觉得学习代祷的好榜样，我觉得保罗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了哈。那特别我们今天的保罗的代祷当中呢，他是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代祷。那他的祷告方式呢，有几个重点哈，在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学习单哈，那个对了，咱有迄学习单吼，我拢甲圣经放伫迄内底，吼，咱会
当看圣经，买当看你家己的圣经，还是看手边我们手边的这个学习单上面那哥罗西书第1章，我们今天从第3节看到第12节。那从第3节，哥罗西书第1章3到12节，好，由我来念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这里从牧师简短的从这里节录第3节到第12节。那从第3节到第8节可说是这个保罗他为信徒的感谢的祷告了那感谢的祷告，我们特别从第3节跟第12节，他有特别提到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代祷了一个代祷的做明显的行动的说明嘛是保罗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为哥罗西的信徒来祷告。第12节他说什么？最后他讲了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圣经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要如何同得这些基业，帮助这些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我们待会一一的来看。他怎么为哥罗西的信徒来祷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我手边的学习单上面，祷告为别人的祷告，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叫做感谢的祷告。好，我感觉咱学习啦当然你感谢上帝的方式不同款，好，但是我觉得感谢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需要学习的。好，因为我感觉要感谢上帝你要有经验嘛。你要有经历嘛？好，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牧师祷告。你要去想到底这个人，这个同工，我要为他祷告，神啊，你让这个同工带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何等的感谢你！好，我们要为一个人祷告，你要去了解这个人，他如何在你的服事或在你的生活当中，他为你带来了什么祝福？好，那我觉得感谢上帝的祷告，当然是我们是为上帝。跟上帝献上感谢。那到底感谢什么事情？我们从第3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我们在感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做检视的。感谢上帝不是凊彩感谢啦，到底你有去体会到，有去体会到讲到底人伊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有产生信心无？所以，咱来感谢上帝，讲到底，咱常常伫咱的生活里面，也是信徒的中间，你看见人伊安怎耶稣基督的内底带来信心，而且呢，向众圣徒的爱心哇，这是有行动的爱心第5节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哇，我觉得保罗他为哥罗西的这些信徒祷告。是因为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感谢的祷告，普遍是因为有所得着世上的产业跟物品在祷告，来感谢上帝。
但是我觉得，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甚至为了这些事情来献上感谢，好，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啦，哈。所以哈，咱会当来想看卖哈，你感觉什么款的感谢的祈祷会当来学习，还是讲你感觉认为什么是感谢的祷告？好，分享看卖，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哦，你是怎么感谢上帝的？当然分享的，无对了。你拢安怎感谢上帝？你感谢上帝的重点是啥？嗯。嗯。对。所以无定了，你讲的重点就是，凡项事拢是上帝创造的业力内底。你无咧管其他的什么代志嘛，对吧？我就是先感谢上帝，亲像保罗伫第30节开始讲的，阮感谢上帝，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爸，安尼尔，伊嘛不讲什么，好，所以常常为着咱身躯边的人咧祈祷哦，因为安怎？对。对。对。生命经历。对。嗯嗯嗯。是。是。嘿嘿嘿。对。对。嘿。好，咱来探讨吼，咱来看保罗，伊为着什么代志咧感谢上帝？一定有某一寡代志有足深的体会。你看第40到第6节，第40到第6节吼，你看我的学习单顶面做清楚。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面有了什么？有信心，有无？哦，第二，因正信道安怎会疼心，有无？好，啊个，哎，对。对。啊，所以我要互咱了解，因为咱爱伫咱咧做工的吼，咱拢是做主的工人嘛，咱拢是做一个服侍主、服侍即个正兄弟姊妹的同工啦。所以咱爱了解，到底咱要安怎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伫因无教义的所在安怎为因祈祷？啊，咱看去保罗，看去这哥罗西的信徒，伊毋但安怎伫基督的内底有信心哦，正信徒是有会疼心哦，啊，佮安怎？是为着迄个互因存伫天顶的愿望哦，所以安怎？这个愿望就是恁较早过去伫福音真理的顶面所领受着，然后这个福音传到恁遐去了，然后佮传去到伫普天的，所以因的生命是有结果成长，吼，哪亲像伫恁的中间安尼，所以。咱来看见吼，保罗伊安怎咧鼓励这哥罗西信徒因的生命的转变，我拢一直感觉讲，这看见讲一间教会，咱咧看见保罗伊的大道的方向，了解我意思无？所以我咧讲的是讲，伊安怎看见这信徒，因伫上帝的恩典的日子的中间，甚至互因所领受着伫教会内底人的关系也好，因的生命有真实去体会着主的疼无？所以我感觉这是第40到第6节。对。
咱要安怎去做对无？这个代志来祈祷。对。所以你看第50个后壁段，有无？头前咧讲是为着迄个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因就是遵着这种愿望，开始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的听心，甚至个正信道的听心嘛。啊，这个愿望就是因安怎，伊就开始解说啊。这个愿望是啥物愿望啊？过去因伫福音的真理的道顶面所听见的，所以我拢一直感觉吼，咱的鼓励咱的信徒安怎，爱分享伊过去生命伫福音的真理的内底。带互伊的生命的改变是啥物啦？因为我感觉咱基督徒吼有真少机会去分享这，真无彩。所以我感觉讲，当然咱爱去看圣经无毋对，但是我感觉讲，咱信徒爱去分享，到底你的生命是毋是对福音的真理的内底去得到改变？吼，所以我感觉迄毋是一个夸口，我感觉迄是一个对这内底伊看第6段哦，你看哦。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福音真理若传到恁遐的时阵，然后传到伫普天的，而且佮安怎结果成长，哦，亲像因共款，在哥罗西的信徒共款哦。自从恁听见福音，真正知影上帝恩典的日子相款，所以我感觉吼，咱咧传福音吼，咱咧传上帝的真理也好吼，真正生命的转变的经历的见证。是爱伫福音的真理的内底，亲像保罗咧说明这哥罗西的信徒共款。好，所以哦，第2项，这是第1项，保罗伊感谢基督伊的背景，伊的背后伊所看到的信徒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伊的感谢上帝，毋是单纯一句我感谢上帝，并无生命的转变。我感觉这是一个很让我有很大的提醒啦。好，特别是咱伫教会。咱做一个领袖也好，做一个中职同工也好，我感觉咱爱带领咱的信徒，常常伫主的面前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救恩。但是咱嘛得爱了解，当咱的犯的罪无够野的所在，咱爱认罪悔改，帮助信徒，互因伫认罪，伫主的真理的话中间认罪悔改了后，生命会得到转变。生命伫主的救恩的内底开始结果子，开始因为转变了结果子，然后产生信心。所以我一直牧师上，有当时举这个啥金会者，咱这金会姊妹虽然伊有侪行为也好，毋是讲咱逐个人拢会当接受，但是我一直感觉用信心咧为主来活的人，我是感觉上帝拢会用出一奇妙奇事咧互伊咧经历。我感觉这就是伊咧经验耶稣基督的信心，伫基督的内底的信心啦咱看第2个，保罗的祈祷，另外一种祈祷叫做三交陪的祈祷啦。第70到第80，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相交的，就是交通啦。咱咧基督徒点来讲交通啦咱的信徒彼此的生命拢爱有彼此交通，譬如说读经祷告啦，咱伫教会做伙读经。做伙分享，圣经，这些拢是相交的过程。所以，咱伫交陪中间有当时咱若无为着这个代志咧祈祷有当时冲突发生的时阵，冲突难免会发生。可是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咱看第7节、第8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保罗伊句伊这同工以巴弗，所学的。因中间，伊清楚知影哥罗西跟以巴弗的关系，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以巴弗因拿伫保罗甲哥罗西教会中间做一个足好的一个桥梁桥梁。所以我一直牧师一直感觉讲咱伫彼此上，我头拄仔咧讲的鼓励啦、举例啦。咱咧鼓励中间咱毋是要一个人的荣光，较赢过耶稣基督荣光，毋是。咱的意思是咧讲，人甲人的中间有人一定会是伫人的甲主的关系中间，咱做基督徒爱做一个啥？做一个相交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一直感觉讲，信
徒、基督徒、基督徒如果没有相交的关系啦，彼此交陪的能力啊，也感觉吼，啊，伫教会到底是要创啥？干那听主的道理呢？干安尼尔嘛？所以为什么无书鼓励咱吼？咱真正鼓励咱的信徒爱参加小组，爱有教会生活，吼，这个咱，嘿。是是，对对，嗯，对，彼此了解最重要，相交很重要，交通啊，所以咱若无了解这个人，有当时你就甲伊坑着位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保罗伊为什么伊为着以巴弗，为着信徒甲伊的关系的这个交通的关系，伊是举这个以巴弗这个同工，做这个例来甲这个多罗西的信徒讲，所以咱像讲吼，比如讲我所谓举一个咧，某米人伊为着教会要奉献什么，这个人，我为什么爱讲出来？有当时伫这过程的中间，就是咧创啥做交通啦，所以我感觉讲咱伫信徒中间嘛是爱安尼啦。当然你爱记得咯，咱毋是咧甲人的荣光较赢过主的荣光哦，毋是，咱毋是要做这个动作，咱要做的动作是要互人体会到，其实咱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一个团体，互人的比坎客较好去，施比受更为有福，咱这位来看，信徒彼此的中间，信徒之间彼此的交通有什么？在我们信仰里面，它是彼此相爱的重要元素。记得哦，这个信徒的交通关系是彼此相爱的重要元素。咱来看约翰一书第1章1到4节，圣经这样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很饶舌哈。第3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感觉讲哦，伊伫遮老约翰，伊特别咧甲咱提醒，论到起初生命的道理，其实咱拢有听过啦，咱嘛看过，咱嘛亲目看过，亲手摸到。譬如讲过去魔长老，你过去你一定经历过、听过足侪故事，无论你家己的故事还是什么人的故事，我感觉伊咧讲的就是讲，这个生命的道就是啥？第2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咱拢看见过，嘛见证过。其实咱拢知影，伊咧讲什么？耶稣基督为着咱，伊伫这世间上伊所做的代志，伊嘛为着咱来死，为着咱来个活，甚至互咱体会到咱甲爸上帝同在，显明咱迄个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传互咱。互咱会当借着圣神，借着咱甲上帝关系定心建立。所以老约翰伊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安尼伊咧讲什么？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要问咱咱伫教会内底咧谈信徒交陪关系，是用什么关系咧建立啊？伊咧讲的是谁啦？你感觉老约翰伊咧讲什么？他怎么使人与我们彼此相交的关系，是透过什么？第3节后壁面就讲，第3节后壁面讲啥？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与人是彼此连结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得来的啦。我举一个咧。阮昨看同工
阮常常牧师有当时，若拄着迄个足重大教会的重大事件吼，拢是爱含小会员跟长老讨论啊。啊，若产生伫有问题、有意见无合的时阵，阮爱安怎？会使用家己的主见较要紧，会使袂？会使啦。最后一定爱伫冲突的中间，爱伫耶稣基督的听内底。所以我感觉老约翰伊讲这真有意思，伊讲，对，所以第三节的后壁段，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不是靠家己的。好，所以第四节讲，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了。你想看卖哦？外口有偌济迄个公司行号，最近吼，即礼拜吼，台湾，咱知影有一个足特别的政党，有无？发生即个啥？发生重大的财务危机，结果咧，因敢有靠山无哦？即个时阵，大家人拢咧安怎？要安怎想尽办法证明家己是无毋对的哦？但是因敢有可能会好好安然度过？我认为是较困难啦，若无公义的事若无上帝真正人拢有限啦。所以我感觉咱来思考看卖。的祈祷的中间，在祷告当中，如何为他人与我们自己的关系祷告？怎么祷告？我觉得要认罪祷告了。你看一个人的关系无好不简单的啦，认罪就对了，认错了，无什么办法，认罪悔改，彼此饶恕，最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嘿，是，是。你心中你甲上帝祈祷你向上帝祈祷，甲上帝祈祷的时，迄个时阵，上帝随时就应允你的祈祷，你就会感觉讲，我的祈祷上帝拢有咧甲喙听。但是这爱安怎咧？前提爱安怎呢？你爱有心内有100%的信心讲我这个祈祷上帝一定会甲我应允。所以这个效果才你会当得到。你若讲我安尼都甲上帝祈祷含糊模糊，我就讲我就有甲上帝祈祷但是你心内你若无讲对上帝对的确信你信心的确信，你若无真正讲上帝甲你帮助的时我安尼是上帝无应允你祈祷的时我甲你讲，即种的信徒袂当经历上帝得到袂当经历上帝的帮助就对啦。所以我是感觉有时咱的信徒是安那，有时他会感觉有些信心会袂当无够，因为伊无经历，就讲我对着啥物任何困难，是身躯偏疼，是对着经济上的困难，就是世间一切社会对着困难的中间甲上帝求讨，上帝无甲你应允你的祈祷，无应允你祈祷的是，你家己家己爱真正做上帝是安那无应允的祈祷，是毋是？你的祈祷的是，你甲上帝祈祷就是你缺少了信心啦无够信心无够袂当100%想讲上帝一定会甲我成我这个事的时我甲你讲，这若我的对一生的我的经历这拢是效果真少。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讲，你要替人祈祷，还是要祈祷，还是要为了家己祈祷，信心上较重要。你若无有一款的信心我来讲你祈祷效果那是真正非常的有限。我感觉信心恁感觉信心跟一个人的疼心有关系无？我讲
你过去了，你若有犯，你嘛想讲你过去有犯啥物罪？我今仔要来甲上帝向上帝祈祷，我有信心来向上帝祈祷。你搁心内搁想讲，我过去所犯的罪是，我今仔来祈祷，上帝是毋是应我祈祷？我会讲，这拢是多余的对啦。你当下，你若安尼是，你头你就爱认出来讲，上帝，我过去有认啥，我是人啦吼，我过去吼，我的行为一切拢无讨你上帝你欢喜。我求主你来赦免我。我即摆有我家己心中有一寡代志，我要来上帝祈祷。你望因为着我过去所犯的罪，我今仔来你祈，你来否定我的祈祷，你也无要应我的祈祷。我甲你讲一点，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讲，你着真正有为了悔改，你真正你要来我祈祷，但是你较无离我遮会当得到啥物？因为你对我会有信心，所以你的祈祷我会甲你接纳。你这个甘你以前所犯的罪你袂使这是两码事就对了。咱人世间一切拢会犯罪，你袂使讲我过去犯了偌济罪，上帝，我今仔甲上帝来求讨，是毋是上帝应我的祈祷？我甲你讲上帝袂甲你看安尼啦，因为你最后所伊一定是袂记伫边仔一个大就讲，伊一生的歹事做尽，因为伊当下悔改是上帝就甲最后所就甲接来讲，你今仔要甘我做的进入乐园里面迄就是讲耶稣已经完全已经来赦免你的罪。干那安尼尔，伊就赦免。所以咱有时咱祈祷时，就有一个信徒就讲，我过去真正有犯了罪我是毋是我要来上帝祈祷，上帝袂接纳我的祈祷，袂听我的祈祷我讲迄上帝毋是安尼。这是我。其实我感觉头拄安尼听起来我用几个像因为我是感觉圣经内底哥林多内底嘛讲着讲。因为咱行事为人大部分咱人拢是爱凭着信心嘛，但是不是凭着眼见嘛，对不对？所以你头拄有讲着讲，人是安怎伊无信心？大部分安尼，我来用这句话的逻辑来讲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凭着眼见所看得见的事物，对啊，对不？所以伊的信心的软弱是有原因的嘛，大部分就是因为活伫这个世间。无论生活也好，真有可能因为伊所看见的，安尼伊就认为伊的信心真正无。圣经内明明有讲无看见神的人，你会当得到福气。这你看都爱有看到物件，像咱偶像而且偶像咧出你绕境，我就看到迄个偶像，我就要甲伊偶像拜。我就要，这就是有看见，才要甲信。你上帝免哪去看？我讲啥？真正一个神是互你看袂到的。你若神互你看会到，伊就毋是神来，咱来请新田执事你会咱分享一下你伫这段时间到今你感觉你的信心？你觉得你自己的信心，你怎么去依靠神？你怎么去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很想要我很想要了解，因为我觉得这段过程对你来讲是一个。而且你对神的话语非常的了解，那我觉得到底神的话，你在灵修里面，你觉得神如何让你在信心的这个道路上？我就是一阵你看我又经历眼睛又去动手术，然后那个工作又没了。那讲坦白的，其实。日常生活里面一些很现实的事情，其实是很具体的。对，有你这种物件是就很实的物件，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其实这就是考验。对吧？如果你的信仰遇到这个就垮了，那就表示你这个信仰还要多磨练，对吧？然后就我自己来讲，
我也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其实每一天哦，早上起来我们请毛就赶快给我做感谢上帝，让我还有气息，要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哦。那其实我每天我都求一件事情，我就是求主一定要让我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要牢牢的站在恩典里面，哦，要跟耶稣基督连接，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会啊，我有很多试探，很多软弱，我可以回应毛长刚才讲的，你讲祈祷要有信心，啥物叫要有信心不怀疑？我问你哦，你做咧祈祷，你哦上帝这好我，但是你心内比较想讲改好我，这就是没有信心。对，我唔对。所以就是不能三心两意，不能心怀二意。那这个其实就是常讲，这就是雅各书里面的。那我想讲的是，这个答案就在雅各书第4章。因为你们不求嘛，你们求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嘛。对。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怎么样有信心？很简单，你怎么样信神的话，也是在雅各书第4章。你要顺从神，你要顺服神，去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避了。接着还有，我回应毛长老讲的有罪的人要怎么样？清洁你们的手，是吧？对。那个然后要清洁你们的心嘛。三心二意的人心怀意的要清洁你的心，或者想什么呀？就清洁你的手，清洁你的心。手的咱遐犯罪行为卖去做。如果遐罪拢伫遐，互你感觉你无法度亲近上帝，连祈祷都没办法，你就爱悔改，不是在那里我悔改认罪就好呢。你要改掉那些行为呢。你如果是你看色情影片，让你没办法亲近，那就停掉，不要看啊。你如果是怎么样，那就停啊。停掉那个行为，不然你的悔改是假的。对。第二，心怀恶意，很简单嘛，你可以很单纯、很清新的去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就没有心怀恶意了嘛，你就袂啊。其实我们自己都会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信耶稣的，我们会知道我们这个情况。任何有一点点罪拦阻在那里，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清楚，我们没办法祷告的嘛。对。就是这样。现在毛长讲的问题就是那个罪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很大。我其实讲我们教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是现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没办法祷告，但他以为他有办法祷告，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眼睛也不开，耳朵也不开，心根本就不能明白。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我真的要用雅各书第4章那句话劝解弟兄姐妹，就是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上帝是乐意亲近我们的，但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我们一定有罪，我们没有人没罪的，我们还是一样在犯罪。对。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里就是救恩。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因为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就会犯罪。我们那个心态，就犯罪了。我常看一个人我看一个朋友这已经做到文化局局长了我不想我嫉妒呢，我想我心里面是那种嫉妒，其实是罪。所以有时候圣灵如果催逼我们，会很敏感的一些东西，我们原本不知道说是罪。有时候我醒来醒前的那个梦我就知道我这是罪。所以我是觉得，上帝创造我们的心，创造我们的眼耳我们是有耳听的应当听。在这上面，其实讲大家都好像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事实上很软弱，因为我一直觉得，实际的去经历这个信仰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信仰都是真的，你应该是实际去经历的，而这个实际经历就是要诚实，你不可以虚假。你去想，很多人他虚假对上帝祷告，他不知道嘞，伊唔知啊嘞，你都足等嘞。我说自己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跟你话传道书说，那个言语不可急躁他不用要寡少，不要祈祷那么多。
你祈祷越多，你不是言多必失吗？你在上帝面前，你冒失的发言，这样讲话对吗？你是不是应该静下来啊，好好的静下来，去看你那个心是不是真的在上帝面前尊重上帝的引导？其实我们真信耶稣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软化顺服，那个眼泪流下来，我们就知道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可以经历这个的。啊，如果没有这样，我们就不能知道。啊，我们自以为知道，那就更惨。好，我们就是这样。谢谢新今日李老师哦，讲这话，有讲到我一寡过去的一寡问题，是吧？来，我搁举一个例吼，他都有咧提醒的，讲咱看雅各书4章内底，是一个足清楚咧，甲咱讲起咱要安怎伫信心的内底的经历。啊，咱来看，咱的信心的经历，其实是爱明白，要明白基督的爱。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3章。好，这一段圣经节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在信心的功课上哈，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好，我们是有基督的爱。好，那我觉得有基督的爱很难理解了哈，但是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相信牧师可以带领大家来明白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的爱里面哈，能够刚强起来哈。来，第3章14节，好，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注意哦，在父面前屈膝这一节什么行动？这是一个谦卑的、顺服的，好，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好，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和底加多和该税解释了我们，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单，亲像他多某场咧讲的迄个，你若无对上帝无信，到底迄信哦，迄无遐容易啦。你讲迄信哦，我嘛知影，我若无迄个信，我要安怎做一个信徒？我若无迄个信心，我要安怎做信徒？但是伫遮吼，这个保罗特别咧甲咱提醒，咱爱明白，我们要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到底基督的爱是什么？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节可以看出来哈。我们要明白，信心要让人得以刚强，信心要让人得以刚强，要做什么？要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带到我们彼此生活每一当中的每一个众圣徒人。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牧师的感想吼，一直拢感觉，牧师虽然一直咧鼓励咱爱去传福音，但是我感觉咱爱去了解到底耶稣基督的疼是安怎的疼，伊的疼是安怎，互咱明白牺牲，互咱安怎带出信心，互咱安怎带出能力，甚至互咱带出愿意去分享。好，所以那种过程哦是非常丰盛的哦，是非常不同的。不单单只是一种我们在理解上的那种信心行为。好，我觉得信心的行为很重要，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若我们不了解基督的爱，那牧师曾经遇过有很多他非常深刻体会耶稣基督的爱的人，你发现这种人他的很多信心的行为你会发现都是从基督的爱里面得着的。好，所以我觉得你要如何告诉一个人如何有信心的行动，不如让他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好，所以这里是牧师简单的分享介绍。那如果人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也是需要怎么样？要有基督的爱，让他更深的明白。好，那彼此饶恕也是需要基督的爱。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这拢爱有基督的疼，无你疼袂落啦。好，你嘛无迄个基督基性的疼，我拢感觉你做袂到。就算你有信心你讲你有法度，你有法度，我感觉做成迄个外口迄种那个传销他们传销的
的行动的教导也是这样哦，它是好像是洗脑式的信心行为哦。好啊，我感觉咱基督徒的信心哦，不是靠这种来得到信心的。咱基督徒所得到的信心是爱伫基督的天来的。好 ，OK， 那这个是牧师简单的补充啦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就是我们的第3点。好，我们要有不停的祷告，不能停止的祷告。我们看第9节哈，得高展以公，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不停的不住的不停的祷告祈求。所以我刚刚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安怎讲？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是上帝给咱定的旨意咱爱定定常常祈祷啦。所以这嘛是给咱一个大的提醒圣经内面旧约你感觉倒一个人物，伊是透过伊非常重视祈祷，什么人？但以理对无？对无？但以理有常常咧祈祷无？有啊。咱看但以理第6章第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旗，就到自己家里。一日3次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与平常日一样。禁令来了，他还是照这样做。咱知影但以理先知伊习惯每一日3摆伫厝顶房间的这个窗仔门前跪落来，这个耶路撒冷上帝祈祷。后来咱知影这个米底亚王大流士伊下了禁令除了伊以外，袂当任何神、任何人去呼求伊做这个禁令，但是但以理伊有因为安尼讲伊无要祈祷，伊无但以理他还是坚持我要祷告，所以他继续的向耶和华祷告。我们看但以理第9章20节到23节，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上帝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上帝的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天使，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在遇到这个王大流士王，他在那当中下的禁令，不能够向任何的神、任何的人呼求，可是他依然透过祷告，神透过天使告诉他的话，甚至按手在他身上，让他明白说：但以理啊，我要出来使你有智慧跟聪明。所以咱来知影为人祈祷足重要，咱袂使停止祈祷。为家己祈祷嘛同款，祷告是不能停止的。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第6章第16节，王下令人把但以理带来，把他扔在狮子的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什么？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我跟你讲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连那个不信主的人都会说什么？虽然他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对但以理讲的好像是一种讽刺，可能是一种讥笑，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是我觉得连不信的人都会说什么？上帝也都会救你。所以我感觉咱有一个信心，就是讲，咱伫祈祷的中间，虽然有时咱会拄到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不停止祷告。遇到任何困难，我们不要停止祷告，学习像但以理一样，不停的祷告。所以代祷的工作不能停止，不能停止。所以我们要做中保代祷这个代祷的工作团队真的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代祷的态度，不停止的祷告。好，第
另外一段哈，第4个重点，好，我们要如何看保罗的祷告？他教导我们一个叫做灵命成长的祷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哥罗西书第1章第10节，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对得起主啦，凡事蒙他喜悦。”我感觉为人祈祷，不是咧为人祈祷，会当得到伊想要爱的物件。咱来为伊祈祷，讲主啊，愿你帮助这个人，伊所求所想是得你的欢喜啊，求上帝帮助伊所求的、所需要的，是真实你欢喜，伊爱伊安尼做的，唔是照伊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最重要，后边一句哦，在一切的好事情上面要结果子，而且渐渐的多知道是上帝哦。会记得哦，你若看见一个人，伊咧分享主的恩典吼，但是你看伊拢无咧看，你看这个人哦，感觉伊拢无咧感谢上帝的恩典哦。我跟你讲，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好，你听他在分享，你就感觉得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10节他所讲的，就是一个灵命成长的祷告。所以我感觉保罗伊咧为着哥罗西教会在信徒祈祷的内容内底，有足深的，互咱一个真清澈的学习。我们在为别人祷告，有没有在为他的灵命成长来祷告？好，最后一个，第5个，就是要为得着能力来祷告。第11节，我们看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注意一个人伊原底就有能力啊，但是咱为伊祈祷就该安怎？求上帝帮助伊，互伊的能力会当真正得到上帝你的坚固，是力上加力的。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所以呢，咱会当了解保罗伊伫遮，互咱做清楚一个，伊咧为着这哥罗西的信徒，期待因哪会当得到能力，嘛亲像哥罗西不是哥罗西，哥林多后书咱这边来看哥林多后书，在我们的手册里面没有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庇我。”所以曾经有同工会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你的习惯很不好，因为你的脾气很难改，你很容易大小声啊，你做到大细声啦，那你的行为牧师时常为这件事情，我都时常认罪悔改。那牧师也期待你们然后时常为牧师祷告，因为有些时候当牧师在传递一个公义的事情，就会不小心的脾气就发出来了所以呢，可是我每次我看到这一段话，我都一直在祷告。我说，我期待我的生命能够像保罗他所说的那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所以我唔知影，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你靠你家己的。还是靠耶稣基督的气力，这是重点啦。一个人伊的认罪悔改，检查伊的行为，可能也无完整的改变。这个有些时候，新天老师有些时候人家也会看我们表情。毛张老师常魔术你定定爱我这人爱有笑容，但是我的我也记得毛长老之前常常牧师都会说这个毛长老。你的脸不要那么的，对，眼泪神经的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神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怎么样，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得着更多的丰盛。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外在了，重要是什么？是内在本人我们与基督的连结的关系啦。所以我感觉，当咱要判一个人的时阵，咱唔通去看伊的过去，
咱着爱认真去看，讲即个人伊所咧讲的，即马现今的伊家己，伊咧表达伊的家己是安怎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得得到快乐，得得到改变。安那安尼话，咱着安怎？咱伫主的面前好通欢喜讲主啊，感谢你改变阮的生命，改变即个人的生命，啊，咱继续为即个人祈祷。好，所以我私底下吼，若有当时当然，当工拢真疼惜牧师啦。啊，当然嘛会甲牧师提醒，讲牧师啊，你安过去吼，你若拄着即个代志，有当时拢冲动啊，讲话较大声，啊，但是牧师嘛要爱甲咱提醒，牧师拢是对事无对人啦，对事不对人啦，拢是有当时咱咧表达一项代志新田老师有当时来表达这圣经即个真理的即个中心核心的时阵这人就安怎？会有一种愤慨所以我会当体会，在咱的东港过去是做历史老师做老师在探讨人的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拢有这个关系着真理的代志的时阵拢有一种的有一种热情火热的心所以我自从做牧师了，我若开始咧分享真理的时阵我过去我嘛毋捌安尼呢。我过去蛮想讲奇怪，我讲话较特别讲到真理跟人的生命有真大的冲突的时阵我的那个声量就突然间就变大就会好想要渴慕的很想要让很多弟兄姐妹了解认识所以牧师也期待我们真的能够恳求神帮助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够用的。嘿。嘿。祷是毋是要安怎互上帝敢若应允这祈祷是在付出行动的呢。你袂使讲咱为着某项代志祈祷点，咱无行出去，咱就会当白白得到。你看以色列人伊要出去要甲敌人战争的时甲上帝叫上帝帮助伊，你嘛爱行出去，你嘛爱去甲人战的，毋是讲我上帝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选民讲上帝祈祷，讲上帝你互敌你就爱互敌人败亡。你干那祈祷安尼，你无行出去的时我讲你嘛到尾嘛是失败，这是爱行出去。上帝，咱上帝祈祷啥？咱就爱家己嘛有行动啦，爱行出去，讲咱为着啥物代志希望上帝甲咱安怎样？咱咧想，咱咧家己咧想方法，要行出去，咱就知影讲，这是毋是上帝意思？我曾经啦有这40几岁有这嘛是我的见证啦。我为着这项代志迄阵我怎啊足够的面子的呢？为这项代志爱去处理爱去面对了对啦。面对的是这是一关的面子的问题。我处理的出问的是，我是甲上帝祈祷讲，这项代志我对我非常的困扰我足艰苦心伊毋知影我倒摆徛出去徛到目的地啦，就是毋敢面对现实就对，佫徛转到底，佫徛转来到二路中二路中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我若无面对现实的事，我就能解决这项代志我是毋是求上帝你互我有勇气我会当佫回头来面对这项代志。我伫路边祈祷呢，我倒摆佫徛咧，真正就行入去啦。我甲你讲，就因为我这个行动就对啦，我迄样大代志全无解决。所以咱祈祷，毋是讲你祈祷了是拢点，互上帝甲咱处理的代志。我甲你讲这无可能的代志。你是一个笨蛋啦，你一个笨蛋的人，你本身你希望上帝甲你帮忙这项代志，但是你的想法就是要安尼做，无要紧。你祈祷了是爱面对就对了，你爱行动爱行出去。这当毋是上帝意思啦我会甲你讲这头前到尾啊代拢真清楚。若像上帝意思的是，我爱讲这代志足顺序。就像我倒摆佫徛倒转去来面对现实呢，
我甲你讲，就因为我即款的行动就对啦吼，我即款全部的代志拢解决。这是安尼，这是安尼啦。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吼，我想要问迄个啥新天老师哦，以赛亚书吼内底有讲一句话讲，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你讲一摆。以赛亚书啦，吼，这是以赛亚书65章24节内底讲，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他拄仔毛顶你有讲到一个讲应允，上帝应允的祈祷嘛，对无？所以我咧思考即句话啊，我咧思考讲，即句话，就堪你讲的就无共啊，吼，咱。在以色列百姓，因还未求救上帝的时阵，主了应允哦。还未讲话的时阵，拄好要讲话的时阵哦，主的垂听哦。我是讲，要切你敢若精神的事，就是精神的事，毋是讲上帝甲上帝求，伊点点上帝来帮助伊，伊都要有行动出去，爱行出去。前提啦，你的前提爱先讲我更较清楚。我想要问，我想要了解，我就是想要。请即个咱的新念技术吼，会当互咱一个无相款，伊安怎咧了解这个代志啦？吼，我嘛是，其实问唔对。第几节？我65章。哎呀，第几节？敢是24，以赛亚。24节。哦，他们尚未求告，就对。是怎么样？是不是？对。迄个头前语标题讲新天新地啊。对啊。看到17节，看到造新天新地。对。哦，迄就是一个应允嘛，吼。就是以后的啦。以后的。但是以后新天不杀人的时候了吧？对。对啊，这不是今摆的。对吧？豺狼必与羊羔同死，这现实不可能嘛。所以，我的意思是咧讲，其实我感觉吼，上帝有伊的心意，包括伊对咱人伫头前的目标也好。拢有伊的计划啦，这个计划内底，含咱咧讲的，你头拄仔讲的，我要出去征战的时阵，我祈祷上帝，但是你若无行动，上帝袂应允嘛？你的意思是安尼？对啊，对无？对，你要出去征战嘛？所以你要出去征战是针对你家己的生命所要面对的问题嘛？吼，但是伫遮，我嘛要互咱，这是要互咱做一个对比啦。吼，因为有当时人嘛会甲咱讲啊，讲即段圣经节。上帝不是应允了吗？我未求告神，其实我们就要了解新天新地实际上它是一个盼望，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建造未起圣城的时阵，所以以赛亚先知伊特别咧，互这以色列百姓爱互了解，上帝伊咱还未甲伊求救，伊已经应允，互咱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但是咱人通常咱较消极嘛，看到现有的啥欠缺不足。软弱，所以我们信心就软弱了。所以我们要出去征战，我们也不愿意去行动。就像毛长老你所讲的，咱就无愿意啊，甚至咱就彼此讲无法度啊啦，咱这教会就安尼啊啦。所以对了，咱就爱常常鼓励，咱的信徒嘛有的人伊是甘心乐意奉献的但是伊若看到咱的行为有当时伊的心做冷心对啊，这当然，有人安尼啊，梦想无倒啊。有的人是安怎？因为家己的环境困难，所以伊要面对要做伙来做征战的时阵，伊会感觉我手无寸铁。但是咱来了解，咱拢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在主里有能力的。所以咱来了解，咱若是靠主，我拢相信咱靠过祈祷。更较侪困难，上帝拢会赏赐互咱，伊嘛会为咱来排比一切所以我感觉为着得到能力来祈祷，我感觉最后咱会当做这个简单的做一个讨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好，安尼感觉有啥物问题？最后牧师有哪鼓励咱其实咱拢会当通过这几个祈祷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感谢的祈祷。三交陪的祈祷，咱要为着信徒彼此的中间的三交陪来祈祷，为着不断的祈祷，唔通停止祈祷啦。拄着困难，安静落来，像毛长老讲的
这代志吼，敢若安尼发生的时阵，咱就安怎马上停落来，安静一下，吼好好伫祈祷，求上帝互咱有气力，吼灵命的成长来祈祷，吼为着得到气力来祈祷，吼好咱做伙会当伫上帝面前，咱做伙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啦，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保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非常好的生命的教导，让我们学习要为别人代祷工作。我们需要学习在祷告里面时常向主献上感谢的祷告，也让我们学习在彼此生命的建造上面，看见彼此生命的成长，我们也向主献上感谢的祷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彼此在兄弟姊妹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交陪，阮需要彼此合意的祈祷。常常为着不足，为着家己的软弱，为着冲突，阮拢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求主来怜悯阮。阮相信，当阮向主求讨怜悯，求讨上帝的赦免，阮嘛相信，阮嘛要伫彼此互相饶恕、彼此赦免的中间，来得到主的疼。也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有智慧，帮助阮不断操练阮的祈祷的功课，互阮学习，毋是看世间事、世间上的事，较赢过祈祷。互阮常常伫需要的时，就常常安静落来，通过祈祷来操练阮的生命，也帮助阮，互阮的灵命，阮相信伫祈祷的中间会当不断来成长，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工。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的兄弟姊妹，同心合意，常常伫操练祈祷的中间，为着彼此的灵命，常常会当昆读圣经，甲主交陪，甚至伫信仰的道路的顶面，会当甲人讨论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阮相信，这个教会是要诚做传扬福音的教会，需要用主你的话语，诚做阮生命最好的精神，要紧的工具。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智慧甲气力，互阮的生命毋但得到成长，嘛互阮得到教育的气力，为主你来活。当阮即时也要试算，也愿上帝你继续引带伫阮礼拜六、礼拜日教会要伫亚活礼拜中间出入，毋但得到平安，嘛恳求上帝你帮助，互牧师、助理的萝卜，甲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阮伫出入的中间，拢会当交陪，伫信仰的道路顶面。真理话命话语的中间，甚至伫彼此关系顶面，拢会当更加加添助力下来听。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咱伫每礼拜三，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到9点，愿主赐福大家。